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无影无影，无你亲像无命，三顿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双声，你的伴是几牛车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加做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默默期待我来亲一口。对你用阮的青春相送。曾盈利，你请入吧。是。林秀英小姐，阮曾盈利请你入去。好。总经理，我是林秀英。啊，知影。多谢。你还阁一学期才毕业，是安怎即摆就急要找头路？是家庭的原因。家庭是啥物原因？阮阿爸伊破病住院，啥物病？医生讲伊可能是心脏病。林小姐，这只是你的借口对毋对？毋是啦。就算讲恁厝需要钱，你还阁有一个阿兄会使趁钱请假啊？啊，恁阿兄呢？伊无伫咧厝里。是安怎无伫咧厝？因为安怎？你即摆讲袂出来？即摆一寡少年囡仔拢毋知要用功读书啦，干那早通享受，一趁有钱，就去买一寡名牌的衫裤。亲像你即种的人，我已经见有够济啊。林小姐，我坦白甲你讲，阮公司是无可能用即种职员，请你转去。你要请我，毋请我有在你。也毋过，你无欢迎阮就罢啦。好啊，莫阁哭。人讲的嘛是有道理啦。啊，你都还未毕业的，就去找头路，人要哪会采用啦？是讲吼，事先你若甲阿母参详一下，就袂去互天笑啊。我就是惊阿母你反对，我才偷偷去找头路啊。即马阿爸住伫病院，阿兄搁去
林小姐，我是专门要来甲你回信的啦。我伫咧公司所讲的话是事实的。即马确实有一寡少年人，拢是我所讲的安尼啊。真实的，我毋是有意要侮辱你的人格。我唔管你是毋是有意，怀疑别人求这个动机本来就是不应该。卡厝若毋是因为家庭有变故，啥物人来读册读到一半无要读？可能是有一寡人因为着要享受，才会急要找头路去趁钱。这毋过毋是所有人拢是安尼，你知影无？你讲了真有道理，我接受你的看法。我尤其要甲你讲的是，恁这个做头家人，我俩总家己是高高在上，规工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全然就要想着讲，你若享受这种富裕的生活，拢是一寡贫苦的善良人，以社会大众，因流血流汗，打拼才当结局啊！要毋过你不但一点仔同情心都无，等到煞凊彩来乞笑别人，真正是足不应该，你知影无？林小姐，我毋是迄种人啊。我毋管你是倒一种人，反正我袂接受你的道歉。我的生活虽然是较善正，住的嘛是旧厝，也毋过我活得真自在，真有尊严。阮这个所在要欢迎你，请你走。我只是要甲你。叫你走，你有听无？奇怪有影，我明明敲电话交代这个囡仔就较早转来，伊着爱互咱安尼领等，实在真是款安尼。唉，咱请问也是公司的总经理，已经30出头啊！你安尼定定甲叫伊囡仔吼，若叫人听到伊是会歹势。我因老母呢，伊永远就是我的囡仔呢，我叫因囡仔有啥物唔对？安怎？恁爸仔囝想要联手起来要来对付我，接拼的啦。你是酷家的头人，啥物人敢欺负你啦？这样就好。哎呦，青文啊，你若较早转来啦。我看你敢足忝咧用的呢。啊，母甲你讲吼，你即马手面去洗洗，啊换一套较新的西装，甲爸阿妈出来饭店食饭。我食袂落来啊。我毋管你食落食袂落啦，非得你今日参加这宴会啦。今仔日是咧尊温大王张天发的生日宴会呢。我好无简单叫人要介绍因查某囝甲你熟识。我你讲，你若是会当娶到因查某囝吼，你后摆就是大财主的囝婿呢。有一天你若是会当继承伊财产，哎呦，你就变成全世界出名的尊温大王，你知也毋知啦？阿母啊，钱若有够用就好啊。就算我变成全世界上钱的财主，假使讲我心内也无快乐，哪能有啥物意义呢？青文啊，青文啊！哎呦，知哦，那你听看卖啦，恁囝讲话敢会听哟？我有食到遮尔济岁，毋捌听过有人讲嫌钱济啦。无听到青文啊吼，早就有介意的人啊，伊莫定定为着伊的婚姻伫咧烦恼好。搭规工伫咧公司上班，会有啥物介意的人？你看伊面，迄拍界袂说拍规球共款啊，哪有是咧谈恋爱的戏？好啦好啦，咱莫讲遮啦，你毋是共约好啊？来，咱来去啊讲。要去你家去啦。当我是为了青文咧找对象，我敢真正稀罕咧食一顿饭哟。哼！无啊，你啊，你是有问医生无啦？我当时会当出院啦。伊讲你即种吼慢性的病，随时会发作，爱加大规大看卖啊，才会当决定当时出院啦。我是一个趁食人，规工安尼倒担只，倒啊一个骨头王全要放伊啦。你啊，咱无趁袂用啉的，行啦，款款的转来去啦。啊你嘛爱讲笑，补办出院手续是要安怎转去啊？带伊敢毋免钱吼？你啊，遐你有去问看卖，我会拿偌济钱啊？我拄则吼有甲户主探听啦，可能要几万块呢。偌济啊？爱几万块啊？哎哟，咱即马连几千块都无，是要对摕几万块啦？想袂到讲我木皮啊哈，这世人也无做啥物歹代志，
伊讲爸也是安怎的，安尼遐尼无目睭，安尼逼到我行到即款的地步。为你一颗心冷冷冷，为你思念。我咱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。怨叹也无路用啊，到时阵再共借看卖啊。是要共借啥的啦？咱平常时咱若捌甲人钱行来往，是要甲谁人开喙啦？刘丁甲阿舅啊，甲咱嘛袂歹，啊，咱做人嘛真有信用。我想小共周转一下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这个，刘丁啊，阿丽啊，对啦，对啦。谢谢。刘德个啊，啊，你哪有用通我来？啊，想要来就会有用啊嘛。诶，啊，我看你关系愈来愈好，准备要出院啊吼。医生讲吼，爱加长几长啊，看卖啊。有影啦，有影啦，有病吼，来彻底治疗，安尼才用一啦。也毋过，刘德，嘿，我有件代志想讲，想讲啥？无啥物代志啦。啊，为着病院的费用咧烦恼对无？哎哟，咱好朋友都毋是咧做假的个。我今仔专工来哦，就是为着这件代志啦。来，这有3万块，啊你先提用，啊若无够吼，我再去来想办法。刘德，是啊你也无你收起来啦，收起来啦，朋友同在知己袂要紧啦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刘丁，多谢你，你真正是阮的救命恩人。哎，免遐客气啦，水哥啊，你做你安心啦，无论什么困难哦，我刘丁哦替你甲到啦，啊，哼，无我先来走啦，哦，店里欠一寡鸭肉，我来挂货。多谢你，多谢你啊。袂啦袂啦，讲安尼，我来走。多谢吼，多谢。无退啊！你有遮尔好的朋友，实在是难得。我拄则搁咧想讲吼，要安怎开喙甲刘东借钱，就算伊要借咱，阿舅啊毋知要安。应该是无问题啦。但你嘛知影，刘丁的平常时也真惊因某啦。相信讲伊要摕这个钱来啊，一定是甲因某参详好，伊才敢做决定。啥物啦？推哥，阿瑞啊，阿舅啊，是你啊？我甲你灌一碗面来啦。啊，唔免吼，阿瑞也搁等去煮饭啦。免麻烦啦。哎呀，坐啦坐啦。哪着安尼较功夫着？大家互相嘛。迄倒一天吼，若阮柳丁啊吼入面吼，我相信你嘛会斗骹手的啊。哎呦，我这支拍假嘴啊，讲咧黑白讲啦。若阮柳丁真正入面哦，我烦恼得死哦。袂啦，阿玉啊，但恁两阿某吼运气袂歹啦，一等到毋过安尼笑嗨嗨，免让迄时间通搁破病啦。哎呦，恁翁仔某有哪共款啦？哦，对啦，迄住院吼需要费用袂少吼，来啦，这3万块吼留咧用啦。哎呦，阿瑞啊，收起来啦。阿舅啊，多谢恁翁仔某的好意啦。拄则吼，刘丁较送3万块来，有够啊啦。柳丁有送钱来？敢讲伊无甲你讲？有啦，我只是无想到讲吼，伊骹手遮紧啦，伊就甲我讲伊要去挂货，我唔知伊先来啦。哎，阿瑞啊，来啦来，钱先收起来啦，我要赶紧来开店嘛啦。啊，我先来哈，推哥啊，我来啦。多谢啦，多谢是啦。啦，莫安尼讲啦。多谢啦。阿舅啊，看你安尼今仔穿安尼水当当，啊，搁坐安尼四正四正。我看你哦，今仔哪像咧17、8岁的小姑娘啊。无啥像哦，应该讲吼，面色查查，应该是像迄个西太后啦，吼。啊，
你安尼真高贵，真威严，害我这个小心吼，惊甲叫要破胆。太后啊！你若有啥物委屈哦，做你讲出来袂要紧啦。若有对我有啥物不满之处，你就做你甲我当当的判刑，吼，就算哦，甲我判去关我去充军，我嘛甘愿啦。我问你，你拄则去啥物所在？我去挂会。挂回进前。挂回进，你若记忆遐歹，挂回进前我就伫厝里啊。你莫安尼一支嘴，互你累好无？光头白日，你搁伫面前甲我讲白臭话，我嫁你遮济冬吼，我才知你刘丁吼对我一点仔都无老实啦，骗你做嘛几60年啦。无你讲话就爱骗良心呢。到底是啥物代志？我骗你几60冬啦，你是有啥物证据咧？当然有证据啊！你来店面之前，你有去做推过无？有啊。你有下3万块推过无？有啊。安尼你拄则来无甲我讲，你根本就是存心要骗我嘛！我哪有骗你啦？无，我问你啦，你拄好问我讲去找推过无？无啦。你拄好问我讲摕这条推过无？无啦。无就对啊，无我当然嘛无讲。而且这件代志都在你的代志，你才会使讲我骗你几60冬啊？你搞掂你啦！好，我对即摆开始问你，你若有半句白臭话吼，你做嘛就你无帮你算啦！好啦，有啥物问问题，你做你问啦，有啥物配哦？有配安怎？紧放死无？我意思是讲有啥物问题，做你问啊。你迄钱吼是为倒来的啦？我掠着啊。哎呦，刘丁啊，看你平常时吼拢安尼假故意啦，暗中咧欠西客钱，你是有啥物目的？为你一颗心冷了冻，为你思念。为心波澜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。你是有啥物目的？我当然嘛有目的的啊！我咧一天欠1块，即马已经欠过60冬安尼。我咧想吼，伫咱咧结婚30周年的时阵吼，我要买一个迄个蒜椒手机送你啦。我唔相信啦！恁查甫人若有钱哦，都会乌白收啦。你根本吼就是拍什么娶生啦！你即摆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！我一世人从来都毋捌想讲要去娶小姨啦，娶着你这个某，恁爸就要食袂大啦。你讲啥物啊？食袂大是啥物意思啊？你偷偷下钱去送互别人哦，拢无问过我的意思，我今仔咧收钱有啥物唔对啦？你当然嘛。阿瑞，歹势啦，给恁交了。阿瑞啊，你哪有闲吗嘛？无推吼，都是惊恁误会啦。专工叫我甲这个钱吼，摕来还你。恁千万唔通为着这个钱吼去冤家呢。阿瑞啊，你是拄仔徛遐徛偌久啊？无偌久啦。恁讲的话我拢无听到啦。嘿，刘丁啊，来，阿牛啊，把钱吼收起来，多谢恁啦。唔对啊，我明明就送一包钱去，安那即马2包转来。这3万块吼是我摕互因的啦。哇，你哦，无推吼，真感谢恁的好意啦。嘛真欣赏恁翁仔某吼，平常时安尼笑笑闹闹啦，生活幸福。若为着钱吼去冤家吼，误会安尼就唔好啊。无啦，他有啥物误会啦？阮拄啊吼是咧开讲打水果啦。对啦哈。对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无做恁无闲，我先来走啊。好啦。刘丁啊，我骂你啦，话甲大细声，阿瑞拢听到啊，你敢知影歹势？但呢，即摆话我问你问题啊吼，这3万块是对倒来的？对迄点拨来啊？他有遮好讲的代志，无对倒逼出来啊？我就参你共款啦，平常时业绩的啦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我阿瑶啊，也无落才调去饲查甫人的啦。我是哦，看你在中古车哦，遐尼久啊啦，定定咧修理啦，想讲吼，加减欠一寡吼，可会当甲你换一台新的发财啊。我咧解说，你有满意无啦？有啦，足满意，非常满意啦。阿瑶啊，我感觉吼，你的心头啊拢共款的，咱甲莫非的因翁仔某当做是好朋友啦。
真正，我的好某。来，我请过来。你是咧创啥啦？较正经的啦，这是营业场所咧。营业场所啦，法律也无规定，我营业场所袂使起诉啦。哎呀，别闹啊啦！人这阿蕊啊吼，拢甲钱会当来害咱啊啦。安尼退过哦，迄收费要安怎办啦？对吼，我若这包钱安尼甲算过，伊退过的个性哦，绝对袂收的啦。哎，不要紧啦，非得啦，咱若有啥物帮助因哦，一定是有办法的啦。哎，你先甲这包钱哦，摕去银行借咧，吼，万不然啊叫人抢去，还毋是衰死。等下，起来。我这包哦，好啦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伤心伤意也无彩甲，爱情拢是掠人是。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，等你一生感觉是。